公子，这就是你说的要吃掉红薯？你说话不算数。急什么？都说保温才有力气撕那啥的呀，就不许我吃了红薯再吃红薯吗？你也太不讲理了吧！这是徐凤年和红薯在敦煌城的一次对话。这次的龙袍之战结束后，红薯就彻底成为了徐凤年的妻子之一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的故事中，陆承彦是北凉明面上的王妃，而江妮则是真正被北凉将士们认可的北凉王妃。但是这两位王妃却都比不上红薯这位丫鬟，因为红薯是第一个得到徐凤年的人，更是第一个给徐凤年生下孩子的女主。红薯是徐凤年身边的丫鬟之一，从小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，作为了徐凤年专属的暖床丫鬟。而小时候的徐凤年在跟红薯一同睡觉的时候，手脚就不老实，经常在红薯的身上上下其所，尤其是喜欢红薯胸前两个大白兔。但是徐凤年却从未做出更出格的事情。同样，红薯也并不恼怒徐凤年的这些小动作，因为这本就是红薯应该要做的，暖床自然是也要暖好才行啊。而在徐凤年小的时候，红薯一直将徐凤年当做自己的弟弟而已，并且在红薯的身上当时还有着徐凤年所不知道的一个身份，那就是他的母亲吴素所培养出来的死士之一。表面上是丫鬟，本职工作却是保护徐凤年。而至于红薯如何流落到北凉王府之中，这件事还是要从徐凤年尚未出世之前的北莽说起。红薯的亲姑姑曾经是北凉王庭的王妃，因为争宠失败而失去了皇后的位置。在北莽皇帝身死后，她更是被皇后的慕容氏构陷，从而流离失所。之后在两莽边境中遇到了徐骁和吴素二人，在他们二人的暗中帮扶下，才让红薯的姑姑成为了敦煌城的城主，而红薯则是被吴素看中，留在了身边。就这样，红薯便顺利的进入了北凉王府。红薯本名宋小鱼，在进入北凉王府后，被吴素改名为了红麝。经过了一番培养后，红麝也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打手，是北莽10大杀手之一。只不过在徐凤年的面前一直隐藏着身份，并且在他姑姑去世后，也将敦煌城留给了他。就这样，红麝成为了敦煌城的城主，而徐凤年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，硬是将他的名字改为了红薯。就这样，红薯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。在徐凤年早期不习武的时候，红薯暗中为徐凤年挡住了不少的灾难。而徐凤年孤身前往北莽之时，红薯也前往了敦煌城中，去做了那些他早该面对的事情。在徐凤年游历到了敦煌城后，这一对主仆便再度见面，而这一见正好就给大家上演了一场敦煌城中龙椅摇、柿子田上种瓜苗的戏码，可谓是雪中最为经典的场景之一了。同样就是在那几日后，红薯怀有了小地瓜这个孩子，只不过怀孕之后，红薯并未告知徐凤年，而是自己将孩子生了下来，并且即便自己被软禁，也只是将身世告诉了小地瓜而已。至于红薯为何要瞒着徐凤年，其实是为了徐凤年的安危所考虑的。一旦徐凤年的敌人知道了他有一个女儿，那么这便是徐凤年最大的软肋呀。你要死了，你以为我真能忘记你啊？做丫鬟的你就不能让你家公子省省心？退一步说，做女人的就不能让你男人给你遮遮风挡挡雨吗？这是徐凤年在敦煌城外杀了200骑后，浑身是血的回到了红薯身边，对红薯所说出的一句话，也表明了红薯是他的女人。红薯其实在整部作品中故事并不是很多，除了前期徐凤年在北凉王府的时候出现过，后面更重要的情节就是敦煌城的邂逅。在徐凤年跟红薯敦煌城一别后，红薯的故事就减少了许多，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留在敦煌城里，等待着他那位世子殿下回来接他。不过还没等到，红薯就被北莽女帝给软禁了起来，这也导致了女儿小地瓜流离失所。原本跟在小地瓜身边保护她的人也都被屠杀殆尽。而徐凤年也是在楚狂奴身死时，将小地瓜的事情告诉了陶满武，从陶满武的口中得知的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恐怕徐凤年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他还有一个女儿流落在外。而红薯即便是不死之后，恐怕也只能见到小地瓜的尸体了。即便徐凤年在得知小地瓜身份的那一刻，刺杀小地瓜的人已经赶到了胡家城外，如果不是徐凤年恰好出现，小地瓜怕是已经身死了。红薯的一生中是不幸的，也是幸运的。虽然被软禁多年，但最终的结局是圆满的，被徐凤年救出后，带着他和女儿一起归隐江湖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